大家好，我係科 K 班梁天恩，我係科 F 班侯希朗。今年閱讀周嘅主題係理財教育。我哋藉住今日 Dear Time 為大家分享一本關於理財嘅書籍，書名係《快思慢想理財法》。呢本書嘅作者 Max Phelps 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Daniel Kahneman 嘅快思慢想嘅啟發，寫成咗呢本書。我哋成日習慣用直覺去處理問題，結果做出嚟嘅決定唔夠周全。快思慢想理財法呢本書就係受咗呢個概念嘅啟發，提醒我哋用錢之前要停一停，諗一諗。讀者可以由呢本書了解自己嘅金錢性格，並且帶你進入一個更加識理財，唔再俾錢銀問題捆綁嘅世界。金錢唔係壓力嘅來源，而係實現人生夢想嘅工具。雖然作者指出而家大眾消費習慣嘅問題，但係你唔會覺得作者怪責你，反而覺得作者好認真分析點解呢啲現象會出現。冇錯，睇完呢本書之後，我就即刻打開自己嘅消費記錄，結果發現真係同作者講嘅一樣，出現咗唔少可有可無嘅使費，例如口痕嗰陣亂買咗一堆零食，仲有放假嗰陣一時興起買多咗幾杯珍珠奶茶。認真睇落去，呢啲細項都真係唔少㗎。我一路以為自己使錢好理性，結果就如作者所講，對細額嘅使費唔上心，久而久之就會默默累積成一筆大數㗎啦。不過唔好誤會喎，作者唔係叫你慳到連生活都冇晒樂趣，佢嘅意思係，如果呢啲細項有意識咁儲蓄起嚟，反而可以攞去做更開心、更有意義嘅事情㗎。如果你想令理財變得輕鬆，不妨可以睇下《快思慢想理財法》呢本書，也係 Dear Time Enjoy。